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的1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0到第10节，耶利米书第3章19节到25节，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结婚无结婚有啥物关系？现在愈来愈侪少年人无要结婚，有一寡人结婚了无要生囡仔，但是却是安尼开真侪钱啦吼，来饲即个宠物，也是讲有可能是狗啦吼，嘛有可能是猫吼。有几若摆伫咧路边吼，就听着后壁有人咧安尼吼，足温柔咧讲吼，你着爱听话哦吼，爸爸也是讲伊妈妈啦吼，才会介意你哦吼。也捌听过人讲吼，你莫惊吼，爸爸也是讲妈妈伫遮啦吼，你莫惊安尼吼。因为伫我诶脚趾边咧讲听起来若好，亲像安尼老爸母咧教养囡仔吼，共款安尼吼。无一个安尼回头去看诶时阵，竟然是对狗也是对猫咧讲话安尼吼。其实初代教会时期也有侪即种讨论结婚也是独身诶问题。当然，这牵涉到当初时诶社会背景。咱讲查甫人至悬吼，妇人人好，亲像迄个常常去互人变做物质化迄个时代，伫表面上保罗好亲像咧讨论结婚的代志，也是独身的问题。但是事实上，保罗所咧讨论的焦点是放伫忠心也是淫乱的问题顶悬。基本上呢，保罗并无反对独身啦吼，就是讲无结婚的查甫人，也是讲妇人人拢会使啦吼。但是保罗真重要，伊先决条件咧讲着讲，你若要独身，是毋是看你会使有忠心伫即个独身的誓约无？毋是讲因为无结婚就有会当甲人乱输来吼。即种诶人，因拢讲吼，因是自由身因为无结婚嘛，无束绑嘛吼。咱看保罗安怎讲啦吼。现在咱来讨论信中所提，恁讲一个查甫人会通无结婚是好诶。不过，既然有遮尔济淫乱诶代志发生，每一个查甫人应该爱家己有家己诶太太。每一个妇人人也应该有家己的丈夫。保罗认为，一个人若会通无结婚，保持独身是上帝予伊的特别的恩赐。有真侪信仰的前辈，因也为着完全的献身，就终身无结婚、无嫁娶。台湾第一位的女牧师李邦赞牧师，伊就是安尼的决志。伊捌甲我分享过，讲伊一世人就是要嫁互基督，所以伊终身独身来服侍。因为安尼，就家族就照伊的意愿，伫伊离开世间的时阵，来帮伊穿新娘衫，来表达伊即个嫁互基督的心志。但是，咱咧讲独身，这真正是需要有特别的恩赐的人。咱看见大公教会，就是咱咧讲的天主教，或者是东方的宗教，一寡神职人员，拢被即个制度化来要求因袂使结婚。因的期待也望透过安尼来表达因全心全力。忠心的服侍，这真互人感动。其实有真正的即个神职人员呢，遵守着即个誓约。
因互人尊敬，而且会身负受辱，因一世人拢献互上帝。伫因美好的服侍顶悬有真好的见证。但是呢，因为这是一个制度的规范，伫历史的中间，咱也捌看过侪侪失败的例。前无偌久，伫美国的天主教芝加哥的即个教区，就传出讲有神职人员呢做即个性的侵犯的代志发生。这也是为什么咱看到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所咧强调的，伊所提醒的，就是讲你若无即个能力，你宁可去结婚啦吼。如果无法度避免即个淫乱的试探，人应该爱结婚来遵守迄个誓约。当然，毋是讲结婚了就一定的啦，嘛是爱努力啦吼。过来伫结婚了后，即种归属的问题，保罗安怎讲？保罗讲，丈夫爱对伊的太太尽夫妻中间的责任，太太也爱对丈夫来尽夫妻中间的责任。太太爱对家己的身体呢是无主权的，因为主权在伫丈夫。相反，丈夫对家己的身体也无主权，因为主权在伫太太。夫妻毋通忽略对方的需要，除非为着要专心祈祷，彼此同意暂时分房。但是以后依然爱恢复正常的关系，免得因为恁无法度节制。来受到撒旦的诱惑，这拄则牧师在提醒讲，毋是独身需要尔，含结婚也共款，爱去遵守迄个誓约。照着保罗的教导，结婚的人对家己的身体是无主张的权利。那安尼透过婚姻，就已经将性命的权柄交予对方。相反，当一个人伊决定来抱着独身主义来服侍上帝的时阵，那安尼伊对家己的身体也无放弃了这个主权主张的权柄，交予基督。那做袂到独身的这种好的独身做法的时阵，伊等于就是安尼犯着奸淫啦吼。亲像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看见耶利米先知伊对以色列人所警告的，上主讲：以色列啊，我偌年欢喜来认你做囝，将全世界上水的土地，迄个上肥的来赏赐互你。我着做你会叫我爸爸，永远袂离开我。但是你对我无忠心，亲像无守贞洁的这个太太私奔我上主安尼宣布，听吧，山头顶悬咧喊休，以色列人流目屎哀求的声，因为因偏离正路，袂记得上主因的上帝，因放杀上主的人呀，转来吧。伊要医治恁，互恁无搁再背叛。恁回答讲：是啊，我要转来到伫上主迄边，因为伊是阮的上帝。阮伫山头拜偶像，得袂到一点点好处。只有上帝，咱的上帝，会通拯救以色列。但是咱才会拜巴力，是通见笑的偶像。因为咱失去着羊群、牛群、儿女，就是咱祖先对古以来建立的一切的基业。咱应该用见笑做床铺，用肢体来做陪伴。咱应该甲咱的祖先常常得罪这个上主，咱的上帝咱一向拢无听叹伊的命令，所以咱真清楚看，独身无代表自由身，是更较需要为着家己的性命来对上帝负责任。
这就好若亲像咱咧讲职业的运动员共款，因甲球队也是讲头家来签约，因等于将因家己的身躯主权交互即个球队，也是即伊的迄个头家，所以伊就失去迄个自主权。对于球队也是伊的头家呢，有忠心的责任。一旦因成做自由球员，就需要为着家己的将来负责任，为着备办家己成做后一个头家，也是球队来做准备，并且敢若会当找一个头家、一个对象尔尔。保罗安尼甲咱提醒，伊讲安尼，我毋是对恁下命令，乃是勉强同意罢了。事实上，我愿意大家亲像我共款无结婚，但是每一个人拢对上帝领受了无共款的恩赐。有人是安尼，有人是安尼。保罗劝勉大家毋通出伫命令，嘛毋是出伫勉强，伊是直接来劝勉因为每一个人的恩赐无同款，能力无同款，伊的对象也无同款。誓约也无共款，所以爱努力成做基督的新娘，为着主来忠心、尽心、尽力、尽意，服侍咱的主基督。咱做伙来读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到伫诸天，你的信实到伫穹苍，你的公义亲像极悬的山。你的判断亲像深渊，上主啊，人甲精生你拢眷顾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遐尼宝贝，世间人拢来觅伫你实果的保护下，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席。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，对你的光，阮看见光。愿你继续施乐慈爱，互捌你的人；施乐公义，互心内正直的人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伫誓约顶悬会通坚持，会通忠心伫甲主的关系，好若亲像丈夫甲家后的关系。求主帮助阮做一个忠心的人。安尼祈祷。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